开一点，开一点。你看，那个竹子撑着盖起来，用那个硬的塑胶袋，这个大的嘛，还可以带动后面那个打鼓风大的时候很好用。这个是固定的，架在那个盖子上面。这个是转盘，我会做转经轮的。你看转盘的，那风不大啊，风大一点的，转得更快哦。做转经轮，左正达摩法机是专门用来好多转经筒，转经筒的圆筒。这个是风吹，转盘就用那个电脑零件，数位显示卡那个风扇做转盘。